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文天。今集會同大家實測呂布用吹風。吹風係需要武力比對方高先可以令到對方傷害降低。而喺三戰入邊，呂布係屬於武力最高嘅武將，唔計比許攸、姜維降低武力，或者俾對方用技能奪魂、文武等等因素，佢嘅武力一定係可以高過對方。而且佢嘅普攻次數亦都係三戰入邊數一數二。因此佢發動到吹風再降低對方輸出嘅機會係好大。頭先提及過，因為有技能嘅因素會影響到武力嘅數值，呂布去埋許攸降低對方嘅武力，就可以確保到武力一定高過對方。呂布頻密嘅普攻可以快速咁觸發許攸嘅破綻，降低對方4圍之餘，仲可以觸發埋虛弱。另外呂布會配埋當風破防，用咗貂蟬做軍師嘅情況之下，可以打晒對方全體，變咗好大機會可以破到對方嘅指揮或者被動技。而兵書一定要用出奇去增加技能嘅發動，同埋配合埋精準嘅必中，因為而家嘅防禦機制好多都係有抵禦同埋規避，有咗必中會令隊伍更加穩定，可以應付到唔同類型嘅隊伍。雖然用咗出奇制勝嘅兵書會降低呂布嘅輸出，不過有武風陣嘅增傷，加埋許攸可以降低對方嘅4圍，同埋當風破防，彌補咗呢一個輸出唔夠嘅缺陷。加埋吹風有唔錯嘅輸出，一般呂布都會打到2萬幾。而呢隊隊伍有左慈嘅規避、象兵嘅減傷，仲有呂布嘅吹風同埋許攸嘅降4圍，令到呢一隊隊伍喺攻防都有一定嘅強度。本身大部分人都會玩溫侯功，但係工兵就打唔贏法官盾，喺季初遇到4幻神嘅機會都會好大。個人認為改玩象兵打擊層面會更加廣，我改咗象兵之後打法官盾可以休平。而打黃馬槍雖然冇工兵打槍咁好，但係都可以應付到。不過改成象兵之後有個問題，就係遇到卓筱會有混亂，令到呂布有機會打錯自己人。開頭我係配草船去淨化卓筱同埋混亂，但係問題係許攸中咗混亂嘅時候，草船都會有機會俾咗敵人，變咗幫唔到自己之餘，仲幫咗對方回血。而最大問題係淨化可以清除到吹風嘅降傷效果，令到對方嘅輸出回升。亦係呢一個原因，打放火嘅隊伍嘅時候，呢一隊會係劣勢，所以用刮骨會比較好，唔會刮到對面先。不過我喺先鋒服測試嘅時候時間有限，啲戰報都仲未改返刮骨嚟測試，最後就有戰報俾大家參考返。今集暫時分享到呢一度，多謝大家支持，下集見。